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影片要介绍星座的手语。首先是星座的第一种手语，星星加上座。再来是第二种笔法，星星加上座位的座，牡羊座。金牛座，双子座 A， 双子座 B， 巨蟹座，狮子座，处女座 A， 处女座 B， 天秤座，天蝎座 A， 天蝎座 B， 射手座 A， 射手座 B， 山羊座摩羯座 A， 山羊座摩羯座 B， 水瓶座，双鱼座 A， 双鱼座 B， 双鱼座 C。